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仔讲的议题，小详是吼，这武汉肺炎哦，新冠型病毒这个问题，即嘛是咱上界热门啦吼。今仔日呢，咱要讲的这方面是伫社会局吼，咱安那照顾着咱的这个民众吼，安那照顾着咱老大人这部分。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影片了后，咱开始来开讲。市府超前部署，伫大门型社福机构采取就地安置隔离，以避免群聚感染。市长黄伟哲26号特别到路德老人养护中心视察现场防疫示范演练，执行分仓分流管理、感染个案隔离、通报检疫、看环境清洁等。市长也向院内长者以视讯开讲，表达伊的关怀甲爱心。你哪会遐欢喜？欢喜啊！哦。看到你的这个人来关心我，就欢喜对啊！啊，你就看我挂口罩，你拢无挂口罩。阮家拢健康的。你家拢健康的哦。好的 OK。所以我们特别来养护机构看他们的一个演练。事实上，他们不是今天来看演练而已，是他们先前上个礼拜就已经自行社会局督导他们演练了，所以已经拍了一些演练过程的影片。什么演练过程影片呢？就是万一有发生确诊的病例，怎么样子把这个确诊病例安全的这个再送出来，然后怎么样在院内进行这个隔离，然后做好这个安置隔离的这个动作。那因为台南养护机构蛮多的，然后相对应有一些医院的病床或者集中隔离的地方，可能是要留给可能发生的这个疫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经过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讨论过以后，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原就地的这个安置。就地安置就必须把这个住的人能够安全的这个隔出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那今天就是要这个演练的影片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设置。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对我们要维护养护机构的安全是很重要的，因为养护机构如果有沦陷下去的话，一方面形成健康问题，一方面也形成这个医疗资源这个投入非常艰困的问题。面对着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这种看袂到的这个病毒啦大家每天拢安尼足惊吓有当时你会感觉讲，日子过到足神经质，有当时你看到有人无挂口罩在酷酷扫，你是毋是会怎安尼揪去有当时咱家己咧酷酷扫的时候，咱嘛会惊讲，哎哟，我是毋是去感染着当然啦这已经扰乱到咱的这个生活，嘛扰乱到咱生活的这个步骤啦但是伫遮嘛是爱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提醒啦还是咱爱好好做好着这卫生习惯这才是咱为着咱的健康把关上界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虽然这冠状病毒伊无这个种族歧视，你也看白人会得，黄种人也会得。黑人嘛会得啦伊嘛无啥物达官显要是讲贩夫走卒的这种分别你是高官你是迄个大官好业散拢有可能会得到这武汉病毒啦所以咱真正即马大家呢日子咧拢过甲安尼提心吊胆那么根据这专家因的这个报告啦就是讲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咧，对着比如讲年岁较济啦，或者是讲你有慢性疾病啦，尤其是
心脏疾病的人吼，听讲吼，咱目前台湾哦有5个病例吼，有这个新冠病毒来过往去的。吼，听说呢，因拢有这个心脏的这个疾病。啊，当然啦，伫遮吼爱提醒咱吼，这个乡亲啊，你若是伫这方面有这个毛病话，啊特别吼细意吼，啊特别佫爱注意着保护咱的身体健康吼。那么伫咱台南市政府呢，社会局对着咱老大人吼这部分，当然啦，咱会佫较用心。来甲因吼加强着因即个防疫的一寡吼，即个保健的吼诶，即个知识啦吼。那么当然，咱伫厝内底的老大人，咱爱照顾。啊，另外呢，佫有一寡吼，即老大人因是长期住伫咱的即个养护机构吼。那么这养护机构拢是老大人，尤其是这老大人，佫有一寡吼有慢性的这疾病，那么因的这个抵抗力一定是较歹啦吼。所以呢，伫这部分，咱市政府、咱社会局特别吼。用心来做好着这个防疫。那么到底因安怎做呢？伫今仔节目当中，咱特别邀请到咱社会局长陈荣之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做一个说明。节目一开始，咱先邀请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感谢主持人你好。是，那么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局长当然这一次咱市长邀请个回国表示讲我们之前的这个表现呢，咱局长也是非常的这个优秀啦哈。那么直接来哇，就面临这么大的一个疫情，嘛是足大的这个挑战。但是我在想啊，对局长来讲这应该是会当得心应手，因为你过去局长的这个任内参与到这活动应该拢是已经不陌生啊，而且呢，互你来的时阵呢，很容易就可以上手那么伫咱较拄仔咧讲到这老大人的部分啊就是讲咱一寡养护机构啊因为这拢是大部分的老大人群聚伫这个所在因较多咱嘛有讲啊，因为这老大人到年龄岁数，有当时拢有慢性疾病，而且因的抵抗力较歹所以嘛引起咱市政府特别会紧张想要伫这个部分呢，甲因做好那么伫这部分，咱除了讲配合中央这个措施以外，咱市政府家己佫有做啥物种较重要的一寡这个动作来防护这养护机构内底这老大人。谢谢。其实社会局内底目前为止面对有做387个单位啦。387个单位有包括老人包括老人儿童的佫一寡身心障碍、心智障碍，这拢是，这嘛是。佫一寡咱的社区的长照系统，这拢甲。但是其中有一个较严肃的问题，就是安怎？一个是住宿型的，住伫遐的，一部分毋是住伫遐。住伫遐的部分，前为止就是包括安养、养护，佫一寡即个咱的儿童机构、儿童机构。其实伫机构内底，老人是袂黑白走的。身体障碍即教养院的遮，遮的院生嘛袂黑白走。对。较严重是外口入去外口要拖入遐，咱唔知伊外口的接触史是啥物货，接触史安怎接触咱唔知。所以迄个部分的时候，咱伫顶个月底就思考即个物件。咱就禁止回客。禁止回客，莫互遮家属带来，因为你在清明迄段期间，较烦恼就讲有人国外转来，国外转来伊的接触安怎样？伊本身是无，不过伊是处理接触到别人，这个拖来咱嘛唔知讲袂清楚，所以迄个原则上就是禁止伊来会客。是，但是有一个讲法来讲，当时阮用这星球的时候，足侪有意见，就家属讲我要看妈妈，我妈妈要看后生，要怎么办？对。所以讲原则上的话，咱是用这个部分用视讯。用视讯来甲做代替，视讯来代替是用机构来甲家属家己视讯，伊若敲电话来，咱的机构内底这人员就接到接到就讲要找妈妈，就甲这视讯调妈妈，这第一个讲法，第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安怎呢？伊来到楼骹，要感觉讲伊有一个这个距离感缩小了，但是阮楼骹。机构内底，阮无入去伫客厅的所在做一个迄个网络的，迄个阮来当视讯，用安尼，若假使讲真正
这个妈妈足孝顺，足想囡仔，要来甲看，吼特别有特殊啊，对情绪上的问题，我嘛袂当去遐动，对，嘛袂去想着人情的义理啊，对，啊，所以原则上就讲，请机构伊提出申请，机构遮呢，啊，放一个较安全的空旷外口设一个所在，空气流通的所在，啊。距离就是社交距离1公尺或者是1公尺。所以咱这种有弹性。有弹性，但是问题是弹性是这样，不管怎么弹，还是防疫为主啦。对。防疫为主啦。对。所以说这个部分咱特别去注意的物件。啊，另外一个问题是工作人员，因为工作人员就是带源，可能是会带源，啊，免那带源，就是咱爱注意着工作人员的管理，拜托因，请伊讲，是不是讲啊，尽量这段期间莫拍走，莫出国，啊，然后这个代志，咱在这个时间，若假使讲有这个达到这个咱隔离或者检疫，你就不能来上班啦。吼，这原则上安尼要求，机构安尼要求，所以这个部分我就特别去甲注意这物件。这个咱像讲吼，咱伫咧机场吼，就开始做一个把关啦吼。即马有足侪伫国外转来，其实咱的案例内底大部分拢是伫国外入来，吼本土的足少吼，所以呢，伫你的中间呢，咱就当然上加这吼。会当隔离的时阵，就当然做一个隔离。那么咱机构内底嘛是这种的做法，就是讲，你伫外口来，咱尽量莫接受这老大人。但是有诶，像好多咱局长讲的啊，当然这个有关系啊吼。人之相情啊。就是讲一寡吼，这亲人哦，是说要来看。是大人，有当时啊呢，伊会感觉讲，安尼足无方便。但是伫这个时阵吼，真正咱的乡亲朋友大家拢爱体谅啦吼，因为做这个措施是要保护你的是大人，吼是要替你保护你的是大人，毋是吼要当你袂使甲你的是大人见面啦吼。咱想讲，有当时啊。大家吼无互相去体谅吼，啊无互相去了解。咱像阮即两天看到这个新闻咧报道啊，有个人像即马讲安那，伫迄个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内底讲，得爱挂口罩嘛吼。即马已经严格的是讲每一个人爱挂口罩。啊，咱即两天有看到迄新闻吼，有个人吼讲去到迄个捷运内底，就是毋挂口罩，啊，互迄警察咧一直捉。可是咱咧看新闻的人哦，我们的角度，咱就感觉讲，你哪安尼？吼，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他无配合，我们开始会唾弃这个人。可是呢，咱来到这个安养机构的时候，好像有时候立场不一样啦，所以呢，大家爱互相体谅啦，啊，咱市政府做这是不得已的，这个措施嘛，不得不的做法啦。当然，市政府嘛是希望讲，咱时常吼，咱来甲是大人哦，咱伫咧养护机构，咱是大人，也是讲你的亲人伫遐时阵，时常去遐看，因为安尼会当安抚因的情绪。有诶老大人吼，伊去住咧养护机构。对着这个事实吼，有当时因会无谅解，无谅解讲，你给我等你家，他情绪上会有反弹，吼啊，拄啊，咱局长嘛有讲着啊，因为若是讲吼，咱事实要去看，啊，当然伫这个时阵，咱做一个，咱想讲吼，大家互相体谅，会当用视讯，尽量用视讯，但是有当时是发生伫老大人的身上，吼，伊伫遐，你哪无甲我看？他有时候情绪上没有办法去改安抚的时候，释怀啊。这个时阵，咱当然做弹性啦吼。但是这个弹性吼，刚开始安尼，到尾啊时，大家拢蛮刚开始是，叫我有一寡较无啥愿意嘛。对。哦，啊，我敲电话入来咧讲，啊，原则上拢甲因解释了，即摆已经大部分拢会当接受。所以，即摆现大家已经会当谅解嘛吼，这是一种沟通啦吼，一种。教育啦吼，啊，我咧想是迄个事实嘛，拢会知影讲，咱市政府做这是不得已的这个方式啦吼。过来就是讲，除了讲亲人来看以外啦吼，拄啊咱局长嘛有讲着啊，内底一定要有人工作人员去甲因扫涂骹，去甲因煮饭，你袂当无人甲扫涂骹，袂当无人煮饭互伊食嘛吼。啊，所以呢，现在工作人员伫这个养护机构内底嘛是必要的。人物啦吼，所以伫这个当中，好多咱局长嘛有讲到啊吼，对着这工作人员，也是讲吼，这必须要伫这上班的人，咱嘛是有做个管制啊吼。那么咱这部分咱的做法，除了讲要求讲莫去外口拍照，啊，甲个有其他，比如讲伫这个当中，伊安怎去甲咱的这伫养护机构内底这老大人吼来互动的时阵，可能爱注意着什么种，因为毕竟。因可能无一方面的专业嘛吼，因虽然有心呐吼，但是专业总是要有专业来教导他们嘛吼。咱小会叫干有安那去甲因教导。
这个部分吼，阮这相信呢，阮希望讲，这个阮来要求这个机构，吼，安养养护就是咱讲算小活机构嘛，因爱提出一个，阮要把这个模式互因，请因提出一个应变计划，就是讲防疫计划，这防疫计划出来了呢，阮要求伊请伊。负责人来做一个总召集了，就是你整个你因为你机构若发生什么代志，都袂当伊找无啊，就有成立一个应变小组。内底呢，阮要求伊安怎呢？就是讲，因为机构内底环境、甲所在、甲设备，有当拢无啥共款，有的人较济，小型机构50人以下，有的50人以下、200层以下，这大小都有差嘛。所以。伊整个的时阵，假使伫同一空间内底，伊感染率较悬。所以阮就要求因做计划时，爱甲内底照顾的时，爱分开、区隔、分区管理、分区管理，就是讲，你遮一区，当然因内底，咱的机构内底拢有4个人3+1一间的嘛，嘛有6个人一间的嘛，伊原则上伊一间，但是问题是讲，咱甲架好开，伊就分区管理，管。去照顾的人固定，就是讲我照顾这几个长辈，你照顾几啊？但是这就是分区管理、分流照顾。这有一点类似吼，咱病院内底专业的这种照顾嘛，是这种方式。因迄若是讲有的人吼，有得这个肺炎吼，因去迄个所在吼，他们也是分开吼，看你的这个竞争哦。那么就是讲，你是属于这方面的。拢是遮医护人员，3班制拢这组人伫遮咧轮流，恁这不组就另外一组的人，这就是讲避免说真的，这真正吼，这真正爱，这个做有的呢，吼，咱爱去注意的吼，真正是。一直防范的这个细节哈，这个做迄所以咱市政府伫这方面哈，我们就是说，咱这个哈做细节啦，像这个你讲分区啦，分流，对，分区管理，分流照顾，伊若所在上小，伊爱用迄个透明的塑胶布给隔起来，透明塑胶隔起来了，分开但是透明塑胶布还不时来做消毒。对啦，消毒，无你摸着卡着，这人员的出入的动线，这出入的路线，爱固定。莫讲你按这边出来，我按那边出去，大家若有啥问题小卡着。对。所以讲变成讲分区管理以外，佮分流照顾了，佮动线佮固定。安尼时，这个感染率就感觉低。就算有感染着，这个区域嘛较好处理。是，较好处理。所以咱吼做细腻的啦，因为这老大人吼，伊的迄个抵抗力吼，真正是甲咱一般健康的人吼，也是讲少年人吼，真的是他们差很多咯。真正像咱个对讲，他们真的比较弱啦吼，所以咱特别吼，真正是做细腻的吼，咱像咧照顾幼婴啊，小像吼。那么我知影讲吼，像这个部分吼，咱市长嘛有讲到讲这就地安置隔离啦吼，什么叫做就地安置隔离？是不是嘛？请局长吼，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说明，好不好？是。伊这些呢，阮伫26的时阵吼，有接到这咱的路德养护中心办一个这个防疫的实地的演练啦。伊咧就地安置隔离的讲，原则上这个所在有啥变成有发烧的状况，发烧案例，发烧的案例，爱拍。上病院嘛，上病院了有一个1922的这专线，1922专线了就是这个部门开了，伊若确定病例，就当然就伫遐嘛。是。若无确定病例，当然伊会转来，转来了，当然依照这个咱若有确定病例的，依照卫生局的预调，预调。内底照顾人员、工作人员该隔离的、该去检疫的，爱在自我自主隔离的，这拢爱依照迄个卫生局的预调的结果去做，这就是讲咱防疫啦，有迄个物件。若假使讲这个所是了，这个所在原来这个人呢，爱刷一下，消毒一下，就是就地消毒一下。如果有一个14天之内。那假使有发生2件案例，这就爱清空，然后做整理，较刷位。原则上，这个部分就依照咱跟内部咧讨论的部分，就是讲，那假使有这种情形，就是咱就就地安置，安尼是
就这消毒方面，甲做好势，做完整啊，人员的部分啊，甲处理，吼，依照这意调的结果去做一寡应该有的处理，这处理。啊，拄啊，咱局长咧讲啊，就是讲，咱即马吼伫个养护机构遮的人啊，吼，咱伫迄个所在，咱市政府还是讲一个安养机构咧甲照顾的时候，啊，当然咱为着要避免讲吼，这传染，互咱的亲人吼，伫即个当中吼，可能是较敢若透过视讯嘛吼，啊，所以呢，因无法度入去到吼那个现场的时候，难免心里面吼。会有一点不安呐，是讲吼，唔知想讲啊，咱唔来做了什么种的程度，所以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特别踮这个所在吼，甲咱做的这个工课拢甲透明化，吼，互你无去到现场看到，但是咱今仔安尼介绍的时阵吼，你就会当安心讲，知影讲啊，阮伫迄个所在，哦，咱这亲人是很照顾甲做无微不至啊，哈。那么讲到这。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吼，即马大家拢惊到要死，到底什么时阵要结束，咱嘛唔知影吼。啊，但是咱就是一直把这个防疫工作做好嘛吼。啊，咱知影吼，咱都听了讲什么居家隔离，然后伫这部分，我知影讲，伊若是居家隔离，咱拢知影14天吼。你14天的时阵，哦，说实在的吼，有当时啊，咱看到有一寡人吼，安尼关袂掉，啊嘛是出来，好啊出来外口拉拉舌。说实在的吼，哎。大概看到嘛是安尼，很感觉讲啊有你那，就紧张啊。这个时阵佫讲走出来，我靠老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看了都很生气啊哈。啊，当然哦，咱要安抚因遮伫出来在咧居家隔离的时阵，因为因嘛需要人生活上的这个协助嘛吼。啊，有当时也拄着讲。阮兜也无人会当来甲我斗3工吼，比如讲我3顿我要食啥，还是讲吼伫这方面，咱这吼居家隔离的时阵，咱市政府嘛有做一寡协助，是毋是吼？请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无？感谢，我好讲这机会，我甲因讲个清楚啊。其实咱这个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啊，自主管理，吼，这拢有3个战处的嘛。啊是。啊，居家隔离就是有接触、接触到迄个病者，还是讲迄个区域的重要的所在，啊，居家检疫是无接触到，但是伊必须要伫厝里14天。啊，自我管理就是讲，我去经过迄个所在，我并无啥物其他，我必须要，我拢无去迄落，但是我必须要伫厝里家己顾家己啊。即有一点嫌疑犯的感觉。小型的较轻易的啦。啊，所以这个部分的是，伊若假使伫隔离的过程中，啊，当然伊若独居的啦，还是讲有需要人斗3工的啦，哦，这个部分当然社会各就是物资的支援者嘛，哦，啊，伊就会摕一寡咱的送便当、送餐，哦，送餐就由社会这边来揽起来，啊，原则上就委托咱公所这边，公所的社会科，啊，含村里干事、村里干事同仁家，啊，甲送餐，伊若有申请要求送餐，咱就评估一下甲送餐，好，这就无问题啊嘛，吼。啊，另外一个问题，伊家己会当煮，家己当款，安尼就会物资啊，吼啊，物资就是伫个2月24的时阵吼，市长有特别去注意的物件，所以讲社会局这边啊较唔来准备者啊，所以社会市长要支持阮安尼去含慈济家，吼，咱慈济功德会家，吼，啊伊嘛足欢喜，第一提出就13,300个迄个关怀包饭，嘿啊，关怀包饭，啊到尾啊搁3,000。啊，到尾个最近个一个5,000个，嘿啊，所以已经加9,300。今目前安尼敢有够？目前为止是要有够，要有够。啊，所以我嘛爱储备量啊，吼，啊，所以伊若假使讲，因为伊这个什么，就是讲，若假使讲伊是被疫调判定是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还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都无啊嘛，自我管理都系让上班挂口罩尔嘛。啊，所以是若隔离的，还是检疫的，啊，咱就依照这条件，咱就甲送咱的安心祝福包啦，即祝这功德会，咱安心祝福包。啊，若假使伊生活确实真正嘛无好，吼无好，啊伊在检疫，还是在隔离，吼，阮就有一个关怀包，用爱心关怀包，迄个部分就是内底就是罐头啦，便迄个咱的面啦，吼，加上这种日常生活较迄落，阮就另外关怀包生活过，所以阮有2类啊，啊就送便当、安心祝福包、关怀包3个。因为
病毒生做什么形，咱也唔知啊。啊，到底你身躯内底有无？吼，咱嘛唔知影。啊，只不过是讲，只要有一点点啊怀疑，我们都要很重视啊吼。因为一个人唔是较敢若伊家个人尔，吼，伊若是有病毒吼，安尼世界偌少吼。哇，迄影响啊！你也看，咱每一摆看到电视咧报道，只要一个人，伊就开始吼去追踪吼，你甲什么人有接触，甲什么人有接触，吼。但是这个当中，咱袂当有任何一个漏失啊吼，因为这个漏失去，这个有但是啊个，这个传染出去吼，这个真正吼，大家拢会足紧张啦吼。所以伫这个方面啊，如果你若是伫这三种内底的人吼，可能你就是爱体谅一下啦吼。咱当然毋是。调工要互你才无方便啦吼，啊嘛毋是调工要互你吼，日子过啊才艰苦啦吼，啊，就是讲大家互相体谅一下。但是我嘛要甲各位即报告一下，讲啊啦，因为关怀包也是物资包，吼，也是安心支付包这个物件，伊其实内部的内容吼，我要甲各位报告就讲，各位观众报告就讲，伊的内容有当会变，因为咱有囝户啊。啊，这种人囝户的，像 MOD 卡、中华电信 MOD 卡，啊，就加去啊，这种头前来讲我还无，哦，真的，后壁人这3000分了啊，后壁讲我来无，我拢知影什么人有什么话。啊，所以迄个物件足趣味的讲，所以我要甲各位讲，迄个物件是有时候增减会有增减。但是基本上拢有那口罩，咱后尾啊车拢有口罩，14天就14个口罩，基本的啦哈。啊，这卫生局提供的，啊个体温计，这是必要的啦吼。啊个咱的漂白水，啊个市长的这个住户卡、安心卡，吼，这重点。啊，其他遐物件都是人寄有的精简的，啊，所以有当时前一段我咧讲，啊，较物件足少。啊，而且物件佫袂歹，啊，所以这物件有好咯有险的，啊，不管啊，这是拢人寄付的啊。就是讲基本的安全措施，咱一定拢是内底啦吼。啊，其他人要寄付，咱也袂当讲，你爱搞交付啥，咱也袂当要求啦吼。啊，这是因有，但是因输课着，因着寄付互你，啊，若无输课着，咱嘛袂当去讲要求啦。用量嘛无啊。啊，其实咱民众若是讲，比如讲有另外其他的要求啊吼，咱社会局嘛有当时嘛是弹性配合啊吼，可能伊即个人甲别人无相像嘛吼，伊需要的是咱社局者嘛是会甲伊做弹性的即个服务啦吼。那么最后咱局长吼是毋是有要搁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呼吁什么话？这个部分我想今日要甲各位遮乡亲报告就是讲啊咱若假使是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的，吼，这个部分呢，吼，咱原则上就莫去违反掉咱所有规定，比如讲啊，就拍照啦，啊，没有在家里面提出适当的体温啦，个检测啦，吼，个测量，吼，啊个包括着其他遮头早出去搭交通车、遮捷运啊，啊是讲像有一个讲到14日。真要到啊！啊，女朋友叫了出去啊！做大意啦！系啊！这种千万唔通。啊，原则上就是讲，若安尼时阵后壁有一个咱的这个咱的补偿金，咱补助金嘛吼，1000块。对，你人申请，啊，你若到违反咧，一日1000都无呀。对啊。我想这个部分要甲各位呼吁，就讲，为着大家的安全，啊，为着家己，啊，是毋是咱共同来遵守这个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啊，咱后壁按发这补偿金的时阵吼，啊嘛较顺，吼，我想甲各位呼吁，甲各位麻烦，拜托安尼。较忍耐的吼，我迄天看这个新闻啊，有一个人为了要买一罐迄个优酪乳，开20万。开20万。哇，真的是很不划算呢，钱足歹赚的呢，这20万还赚偌久吼？啊，所以呢，当然我咧想，伊应该嘛是知影讲这会红发啦吼，但是有当时种存着一种侥幸的心态啦吼，想讲啊，我出去搭久啊，也无人知影，结果吼，咱嘛是随知啊吼，啊，咱唔爱去存着这个侥幸的这个心态啦吼，啊是乖乖吼，啊规矩踮厝内底吼做这个防疫啦吼，啊这保障。家己啊嘛保障别人吼，这是一种公德心的表现啦吼。今仔感谢咱社会局长吼，咱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着吼，咱社会局对着这吼防疫的一寡措施。谢谢局长，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我们下次见。